钱？给我老婆啊，哦，你不看到呢哇？大看，哎呀，你这你给我了，我这呀，你来办呢？这个哎。我的啊，我真吵啊！我叫熊小狗鸡吗？你是来小贝我？哎，我怎么变了？哎，变了我！人家好不错呢。我来热跳，我啥山鸡？哦哟，别等车哈。你在啥山呀？我在刚刚刚。你这不杀我跳，咋的？哦，杀东哥喽！你得杀我嘛，我什么？我上到到那个时候啊，那我都背着东西呢，在家背我到其中，接到去骑脚了，他就来在其中背，然后以后背我东西。